喺八角街打完女嗰日就去咗接棒子，坐巴士去到總站，跟住就慢慢行上去。其實可以唔行嘅，打車上去穩陣啲。咁啊，可能連門票都慳返添，打車就跟住就要 remind 一樣嘢啦，接棒子好大嘅，咁 total 有好多個寺廟。咁大嘅寺廟有5個，因為我晏晝去，佢4點到5點鐘有啲不同時間收，咁我只係睇到2個嘅啫，唔係話一定要睇晒至開心，但係你有 option 去睇同唔睇嘛，變咗。咁如果要去接棒子，早上去啊，人又唔多，影嘢又靚啲，寺廟中間嗰啲小巷啊、樓梯啊，好正㗎，可以去睇睇啊！噪音大碟。接棒子，噪音大碟，最大嘅嚟5點鐘收。我睇個電筒講啦，因為4點鐘收。加速等收呀！各位好靚，你見唔見呢度前面呢個標度有3個山頭？有啲有天氣線，天空咁嘅嘢，有個兜，其實就喺個山頭嘅張度擺啲屋啊、寺廟啊，你就最啱。我少見到啩？慢慢落去啦，好正呢度，當然要俾門票，抵玩嘅。佢大咗4秒，我落得好似5個秒。